要想向你回信嘞，因为伫我较重要的代志了后，你阁愿意接受我，重新回来我的身躯边。想要到，我阁要这边辜负你啊！因为我得到所爱，而且恶化了真紧。我真正不忍心，我得受到伤父之痛。伫我知影家己得到感情的时阵，我的心内足惊、足艰苦的。啊，不过互我更较痛苦的是，我唔知影家己阁剩偌济时间，我足惊会失去你。啊，不过更较惊会无我的日子。你的孤单会寂寞，所以我想要甲你牵手行红地毯。啊，不过我更加无愿意，这身份就互你面对失去人生的打击。我无勇气当面甲你讲这个事实，所以只好写一张字条甲你讲。永远相依偎，我伫阮身边。哪个开搞反乱啦？听到无？搞反乱啦！阿妹，哦，你有过来啊？小舅，无你话当，我是要甲你讲，我爱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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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永远拢爱你。小舅，不管安怎，咱拢袂当袂记你今仔暗时，这个美丽的月光，是属于咱两个幸福的时光。行，回家。小秋。都能多好啊！让你在快乐面对回忆，祝咱两个人相遇、相爱，迄一刻开始，就是永恒啊！太像个生死两个世界，我搁当面跟你讲，我爱你。不过我机器人，你对我有遗憾吗？永远爱你的郑改良。我只有这样去在外马赛，你现在就看牌了。我还是就生气，我要摕蛋糕过你的面。好了，阿爸嘞，我今晚目睭开开，我你摕蛋糕过我。随在你出开好无？来。